神學大全是中世紀歐洲的一種著作類型，專注於研究天主的啟示。這部作品集合了1800年的智慧與信仰，為信徒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神學的框架。透過聖經，信徒與基督教信仰建立聯繫。聖經不僅是文本，更是天主啟示的活生生的見證。教會在生活中承擔着傳遞這份啟示的責任，這是不可或缺的。神學工作的目的是在於以現代的視覺理解和詮釋古老的教義。這些工作者根據環境的變化，不斷闡釋傳統的信念，為信仰注入新的生命。在教父時期，像聖金口若望和聖奧斯定這樣的神學家，為神學思想的發展鋪平了道路。他們的教導至今仍在影響着神學的進程，成為時代的指引。隨着中世紀大學制度的建立，神學變得更加專業化。著名的神學家像聖文德和聖多馬斯等，他們的著作成為了教育的核心，影響了整個西方的神學發展。多馬斯、阿奎那是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。他的生平及成就不僅為神學界樹立了範本，更持續啟迪着未來的信徒與學者。神學大全內容系統且有深度，是理解神學的重要教材。他在華語神學界的推出，象徵着信仰知識的共享與深化，值得所有關注神學的人士尊敬與傳頌。台南碧岳學社成功將多馬斯的《神學大全》翻譯成中文，這一里程碑的達成讓華語神學界受益匪淺，能夠更方便地學習與研究神學。經過一生的神學探索，我們不禁對多馬斯的智慧心懷感激。未來，我們應繼續探索與深化神學研究，讓信仰在傳承中持續發光發熱。我希望每位神學工作者都能以神學大全為指引，繼續探索與學習。我們的使命在於將這份智慧傳承下去，讓信仰與知識交融，照亮更多人的心靈。